没有工作追赶，不用闹钟叫醒的周六，难得想来爽的我，却被悄悄流进的晨光给唤醒了。我的厨艺不赖，只有假日才能展现。其实不是什么大菜都是家人爱吃的，虽然食材简单，但手做的温度最入味。一个天津的假日，一间温暖的小窝，一桌用心准备的饭菜，还有最亲爱的家人，这依旧藏在这些平凡的片刻里。一家人围在餐桌，我开了一瓶红酒，爸爸妈妈各半杯，浅浅的喝，微醺刚好。我们轻轻碰杯，喊了一声干杯。没有大富大贵，不用惊天动地，看着爸妈的笑容，全家人聊着家常，我突然觉得这就是生活啊，就是生活啊。没有工作追赶，不用闹钟叫醒的周六，难得想来爽的我，却被悄悄流进的晨光给唤醒了。我的厨艺不赖，只有假日才能展现。其实不是什么大菜都是家人爱吃的，虽然食材简单，但手做的温度最入味。一个天津的假日，一间温暖的小窝，一桌用心准备的饭菜，还有最亲爱的家人，这依旧藏在这些平凡的片刻里。一家人围在餐桌，我开了一瓶红酒，爸爸妈妈各半杯，浅浅的喝，微醺刚好。我们轻轻碰杯，喊了一声干杯。大富大贵，不用惊天动地，看着爸妈的笑容，全家人聊着家常，我突然觉得这就是生活啊，好惬意的生活。